身為一個中國人啦、華人啦，咁喺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演出啦，又喺唔同嘅場合度share 分享我嘅音樂啦，咁其實都係好開心，身為華人可以有咁樣嘅平台，咁樣嘅唔同嘅機會出去帶俾大家我嘅音樂裏面嘅思想咯，同埋真係希望可以帶到啲正能量俾大家。咁我喺香港細個長大之後，咁我14歲去咗英國，咁之後19歲就去咗美國，我之後喺瑞典亦都有繼續深造呢個鋼琴啦。咁其實我覺得我哋身為音樂家、藝術家或者做乜嘢都好，其實我哋經歷得越多，我哋學習得越多，有更多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其實係越好嘅咯。咁我學習嗰個過程都係咁樣諗咯，我都係想任何嘢都去明白下，任何嘢都想接觸。咁我中意嗰啲部分，或者我覺得有用嘅啲部分，我都會撮錄起嚟啦。咁我亦都會係好似我自己一部分咁樣啦，可以好自由咁樣利用咯。咁就都係我諗呢個過程係永遠唔會完結嘅。咁我永遠都係希望每日都可以學到啲新嘢，每日都有啲新嘅經歷。咁我就希望可以我嘅藝術啦，或者我嘅人生咧，都每日更加豐富。每一段時期嗰個感覺同埋經歷都有啲唔同嘅重點同埋唔同嘅我學習嘅成分啦。咁當然可能對我嘅 career 最重要嗰一部分都係啱啱上年我喺美國攞到個法克運會國際鋼琴比賽嘅冠軍啦，咁呢個都係叫做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啦。但係我之前參加嗰啲比賽，一來每一次過程贏輸都好，都會學到好多嘢，同埋我每一次經過準備嘅過程同埋演出嘅過程，都會好似變咗個新人咁樣啦，即係又每次都會學到啲好重要嘅嘢，咁我第時都會幫我第時嗰啲演出嘅可以做得更好，可能會更成功咁樣。咁當然我細個嘅時候參加嗰啲比賽，亦都係有佢重要嘅原因啦。咁一來就好細個已經會有人可以欣賞到我彈琴啦，亦都有人會聽過我做嘅音樂啦。咁去到中間嗰幾年，就係可能我青少年期間14至到19歲，咁亦都係我諗好多人喺嗰段時間要揾自己嘅方向，亦都係我喺唔同嘅經歷都揾到我自己，其實我中意做啲乜嘢啦，同埋我自己玩音樂入邊為咗我自己係需要做啲乜嘢。咁去到之後我就係其實21歲度先開始真係決定要全心做音樂嘅。咁之後就可能嗰個每一次嘅經歷都係會比較認真去，即係點樣200%可能200咁樣去努力同埋投入自己嘅精神去做好自己做嘅嘢。咁我首先希望所有人音樂家或者唔係音樂家都好，都係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同埋做自己嘅嘢，永遠都係諗辦法同埋做到最好，將自己最真實嘅情感或者想法都係可以放到落去咯。咁另外對音樂家嚟講，我就係覺得要享受每一粒音咯，同埋要真係又係要諗到自己嘅想法喺所有每一粒音、每一個和弦、每一個句子入邊，都係要做到自己最理想嘅咯。咁都係最重要都係真係揾到自己入邊嗰個聲。咁我下一個樂季都係會繼續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演出啦，有同唔同嘅樂團嘅樂手合作。咁亦都會第一次同有啲好出色或者其實好著名嘅樂團合作。咁我都好期待嘅，因為每一次演出、每一次合作都係唔同嘅經歷、唔同嘅火花咁樣啦，亦都係當然唔同嘅學習嘅過程啦。
咁我亦都係中意可能同時間做好多唔同嘅嘢嘅人嚟嘅。我覺得做好多唔同嘢嘅時候，其實佢哋互相會影響。即係好似如果我練一隻莫扎特嘅曲目咁樣，可能都會令到我個齊頭夫斯基彈得更好。咁其實我而家呢個6月份啦，咁我其實係而家彈緊7首唔同嘅協奏曲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好享受呢啲咁樣嘅過程啦，因為好似我頭先咁所講，其實係所有嘢都會互相幫助嘅。所以咁我嚟緊下一年都係會有好多唔同嘅經歷。我諗暫時好似都有21定22首協奏曲咁樣，加埋好多唔同嘅獨奏嘅曲目啦。咁就係啦，都好期待去世界各地分享我嘅音樂。好多謝世界華商投資基金會頒發俾我嘅世界傑出國家大獎。咁當然好開心同埋幸福啦。咁亦都好開心，全世界好多嘅華人都有咁注意呢個我上年喺法克萊本國際鋼琴比賽攞嘅金獎。因為我哋玩古典音樂或者玩音樂啦，都係想有人聽到，同埋係可以帶到俾大家音樂入面嘅意思同埋感覺啦。進入啲唔同嘅世界同埋感覺一啲喺音樂以外嘅感覺，咁我都希望更多人可以欣賞同埋有呢啲咁嘅經歷。咁亦都係喺呢個古典音樂界，未必係傳統上好多亞洲人或者係華人嘅領域，有開始咁多唔同嘅華人係可以得獎，或者喺世界上唔同嘅舞台出現，應該係好好嘅事。我亦都好開心係作為呢個嘅一部分。咁最後啦，就都係想希望年青人係會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嘢，都好努力咁樣做到最好啦，可以去到最高嘅境界啦。多謝。